喺人生路上，我哋都想擁有美好嘅嘢，但係要識得判斷乜嘢真係好嘢，就未必個個都識。就好似天國咁，佢嘅價值遠遠超過世界上所有嘅嘢。當你真正明白天國嘅珍貴，你就會好願意放下或者犧牲世上一切去追求佢。那時，耶穌對門徒說：天國好比埋在田裏的寶藏，有人找到了，馬上又埋好，然後興高采烈地去變賣他所有的一切，買下那塊地。天國又好比一個商人尋找上好的珍珠，一找到一顆價值連城的珍珠，就去變賣他所有的一切，買下那顆珍珠。天國又好比撒在大海的漁網，網羅各種魚，網滿了，人們便拖上岸，坐下來，揀好的放在籃子裏，壞的扔掉。世界末日時也會這樣。天使要來，從義人中抽出惡人，扔進火爐裏。他們會在那裏哀號，又咬牙切齒。耶穌說：這一切你們都明白了嗎？他們回答說：明白了。他便對他們說：所以每個作天國門徒的經師，就像一家之主從自己的寶庫裏把新的和舊的寶物取出來。天國係值得我哋用一生去追求嘅寶藏，而家就要好好選擇做個好人，因為終有一日會有審判。明白呢個道理嘅人，就要學識點樣運用呢份智慧去生活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